吃完还要再去跑步吗？不要妨碍我的食欲啊！不要再提醒副院长，尽量吃，对，不要提醒副院长。是的，看再来续碗，对吧？副院长，这个不要水吗？散散散啊！2分讲，吃完了，超好吃的。我想这个是中国的恶意的打压嘛，要拔高我们邦交国，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不管在军事的威胁外交的打压甚至对我们这个台湾民主政治体制运作的一些干预这个都屡见不鲜。我想国人都非常清楚这些状况所以一个团结的台湾还是保护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根据。那假如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那当然选民会很清楚知道说这一场选举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怎么样捍卫我们的自由民主。然后想在这一个部分，我们不管在这几年跟美日邦交的实质的深化，包括美国国会通过的4大法案。来，大家都在讲物件。小爸要问一些难消化的。来，大家都关注郭董不选这个民进党的反应，知道吗？我想，毕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党内初选但是看得出来说，其实在初选的一个过程里面，对郭董来讲有很多一些很难以解释的一些现象。我想当然难免在初选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对郭董而言，他觉得不尽公平或者是合理的一些制度也好，或者是一些现象。所以才会有让郭董觉得国民党内部的所谓的这个或者是国民党一些弊病那我觉得这些现象恐怕郭董离开国民党不参选之后，这些问题要解决大概也很困难。其实过去国民党被长期批评的就是不管是党产的问题，或者是跟地方派系盘根错节的这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还是会伴随着。所以基本上郭董不参选，其实假如能够回到他的本业，好好的经营，能够加码投资台湾，我觉得也是好事一件，也没有不好。除了郭董不选，总统要代表其他党出来参选，对民进党选起来说是不是也蛮考验？我想民进党还是按照既有的节奏走，不管郭董不选，或者是谁要参选那毕竟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那每一个参选人借由参选来投射他的诉求，那让人民来选择那这个当然是最好的。但是选举还是大概是2大党竞逐韩市长也有韩市长的问题，他在高雄来没几个月就参选，在政绩的表现也是民调里面最后1名，这个对韩市长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考验这些问题都不会随着说郭董不选就不见了他应该要跟市民说明清楚所以市政看起来似乎是韩市长最大的一个问题你要怎么说服大家说施政满意度倒数第1名的市长要参选总统，这些其实跟郭董或者其他的参选，或者是吕副总统也比较有关。那参选人其实还是政绩最重要的不管这个任何人参选或任何人不选，这个是最基本的道理。